好，這幾冬來，這氣候的變遷呢，讓台灣這雨水的分布是愈來愈無夠平凡。尤其雲嘉南地區呢，這平原的灌水是受到真大影響。即馬農業部是來推動雲嘉南灌水這系統串接的工程，其中北港溪這導槽工程呢是上界關鍵的，甲落水溪、甲展文烏山頭水庫攏甲連起來，方便以後這雲嘉南水資源的調度。來看這現場的畫面。那麼用珍珠串計劃，多元的開源，另外佫用科技造水這三項方式，加增加120萬噸，一天加增加120萬噸。農民要用水袂欠款，民生要用水袂欠款，產業要用水袂欠款。這農業部是表示講，這個水利工程呢，會當為雲嘉南地區一冬會當增加7000萬噸的這個用水量，甲會當保障咱的農業用水，也閣有國家的糧食安全。另外，這賴清德總統伊嘛表示講，全國性的水利工程真珠破鏈的這個計劃，即馬嘛當咧進行。若準5冬後順利完成，安尼一天會當增加120萬噸的用水，希望會當確保民生產業攏會當愈來愈穩定。